来看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今仔日举办儿童园游会，特别请推广台语的民间团体来摆档耍游戏，带大人囡仔哪耍哪学台语。 趁清明连假，国立台湾科教馆特别举办儿童园游会，除了科学知识，嘛用日本土宝语伫内底。正平的较早，倒平的较早。台湾台语路协会表示，顶届响应世界母语日直接办活动，得到真大的回响。这届伊嘛以创关活动，设计台语游戏，教大家用生活情景的类似拍招呼、入捌台语，嘛了解母语的趣味。主要就是小借问，希望讲大家会当透过台语的小借问，比如讲你好、熬早、食饱未，一寡简单咱生活会当用到的字词，来互大家当明白台语。人甲你斗相共，你爱讲啥？多谢。啊，搁有咧，努力，恁就是人拣一个。 除了耍游戏，嘛教父母引导囡仔讲母语的撇步，唱用歌谣，绘本增加囡仔的理解，大大增加思虑等等。台湾台语路协会表示，因伫活动中发现真侪家长对唔敢讲，到带囡仔做回进步，同齐甲流失的母语捡回来。你有学到什么？高赞活动很好，很有意义，而且就是现在比较少有讲台语的环境。阮是用一个科学课，就是你即讲来遮上课，你会用自然课、数学，然后嘛用上什么上什么本土语言的课。科教官表示，活动总共有10几个答案，嘛特别甲平常时伫偏向训练的电影车驶转来，希望囡仔哪耍哪学，无论自然环境也是语言，落实亲自开喙讲母语的政策。记者调文贾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